房夠靚啊！我相信你睇，一般係10個客9個又睇啱啊！總價又好平，39萬8可以拎包入住啊！所見即手得啊！業主花了好多心思啊，買到嘢都冇平啊，全部幫你定製好了，牆也刷過，包括那個陽台全部做過，沙牙洗手盆乜嘢都做好俾你呵，拎包入住啊！所見即手得啊！呢套房真係，你睇從呢度入戶3梯7戶啊，3個電梯7戶，呢度廚房冰箱都係大冰箱，全部廚房電器入戶啊，拎包入住，保養到9.9成新啊！呢個係碧桂園10年人頭5期會港灣啊！呢個全部牆全部做嚟刷嘅，衣櫃乜嘢都做好，燈都好特色啊！但洗手間跟10分嚟嘅洗手間，呢個主人房你睇櫃子上乜嘢顏色搭配得好靚啊！你睇係3件事係好開闊，而家係24樓呵，係真係好平，39萬8可以拎包入住，紅本在手，即買可以即住啊！呢套房係碧桂園10年人頭5期會港灣。24樓哈，有興趣直接用我7年人攤真真睇樓，拜拜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